世博睇房越睇越爽，今日嚟到平沙時代港，先睇下小區外面嘅環境。兩邊路邊同埋商鋪門口都可以免費停車㗎。對於唔想俾停車費嘅係福音啦。呢邊睇下我哋嘅賣生果嘅超市啊、錢大媽啊、應有盡有藥店啊。落樓呢就非常之多嘢買同埋多嘢食㗎啦。比較旺嘅喺平沙嚟講，呢條街都算係可以㗎啦。而且呢門前呢就有公交站㗎啦。下面呢我哋上去小區睇下環境先。喺平沙做生意嘅老闆，你睇過嚟啦。今日呢套時代港嘅樓王單位啊，166個平方，4房3圍雙陽台嘅戶型，絕對係啱你心水嘅。睇樓，時代港呢個大4房呢，就係我哋嘅小區樓王位置，成個小區嘅中間一排係好安靜嘅，而且呢棟呢又係啱好一個東邊位財位嚟嘅。呢套2梯2戶嘅大4房，上去參觀下。呢個係小高層嚟嘅，2梯2戶，總層高係18樓。我哋依家係睇嘅中間樓層。哇！睇下我呢間房有幾咁大，我先走過去，你喺嗰度，哇，10幾米長啊！呢邊嘅開間達到咗4米半㗎，呢個闊尺感真係平沙做生意嘅老闆，你一定要睇下呢套大平層。時代港嘅166個平方，呢邊係一個北向嘅陽台。係差唔多6米長嘅，全新冇住過㗎。可以睇下廚房，廚房連個灶台都未裝嘅，係啊，2梯2戶嘅。哇！呢個廳4米半啊，闊綽感。呢邊仲有一個大陽台，而且全部封好窗俾你㗎啦，南北通嘅，好舒服㗎呢個戶型。你冇睇時代港10幾年嘅小區，但係呢可以揾到一套全新冇住過嘅4房3圍嘅，係雙主套嘅。如果係你同老人家住呢，老人家住呢邊，帶一個主人房洗手間嘅。如果係你同老人家住嘅，特別適合㗎啦。自己年輕人又一個洗手間套房嚟嘅，超級大啊！呢個房間真係，而且仲有2個小朋友嘅房，公共衛生間。呢邊仲有一個房嘅面積都好大㗎。哇！呢個廳真係舒服，非常之闊綽啊！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 call 我，依家140萬左右就可以攞低㗎啦。166平方嘅4房3圍時代港嘅樓王單位，2梯2戶嘅，call我。